唉，做個腸胃鏡都咁貴，都唔知份保險包唔包得晒。之後有啲咩事就真係頭痕啦。你冇嘢啊嘛？有啲咩我可以幫到你㗎？我啱啱揾咗熟悉嘅醫生做完腸胃鏡，check 到有大型息肉，要我做好多其他檢查。可唔可以幫我睇下我份保險包唔包得晒啊？我哋而家網站有賠償金額計算機，跟住程式輸入數據，包括你嘅保險計劃資料、手術內容、費用等等，就可以計算到預計索賠金額及自付金額。不過你呢個情況會唔會考慮下用我哋嘅網絡醫生？醫生收費會以保單投入嘅合理慣常收費準則，同埋有冇入院需要為依據。但係有咩醫生揀㗎？我哋嘅醫療團隊非常專業，無論你需要進行日間手術住院，或做診斷成像檢測，喺本地同中國內地都有合適嘅選擇。我哋網絡裡面嘅醫生大部分擁有豐富嘅臨床經驗，亦係各大醫院或專科領域具有認受性嘅資深醫生，確保你獲得最優質嘅醫療照顧。大灣區都有醫療網絡㗎，點樣運作㗎？你可以先去我哋香港嘅網絡醫生睇症，醫生會評估你係唔係適合轉介去大灣區指定醫院。如果適合，就會幫你啟動預先批核程序，然後由周大福人壽直接支付。喺你去之前已經處理完手續，咁就唔使你自己申請索償。咁預先批核會唔會好麻煩、好複雜㗎？唔會，你可以用手機申請，完全唔使填表，簡單方便。報告出咗啦，診斷咗係腫瘤。後續嘅治療，你哋可唔可以幫我安排到啊？唔使擔心，我哋一定會陪你度過康復過程嘅，因為你係我哋嘅自願醫保客戶，我可以幫你安排免費網上癌症專科醫生諮詢，了解多少少，聽下專業意見。透過癌症諮詢，我知道依家有新療法，譬如標靶藥物同營養師都好重要。不過我估療程會好長，費用都唔少啊。唔使太擔心，我哋網絡有日間癌症治療中心。相比醫院做化療，可以慳翻唔少費用，而且有直接付款安排，唔使你自己出錢再申請索償。你而家身體健點啊？療程都進展得唔錯，我身體好咗好多啦。醫生建議我下一階段要用一種新藥，但每個月都要6萬蚊啊。你可以考慮選擇中國內地嘅醫院，治療費用會減輕好多，而兩地嘅癌症支援服務都好全面，可以做到預設批核直付。你唔使擔心任何索償手續上面嘅問題。周大福人壽增值服務，無論你身在何處，都好似屋企人咁照顧你嘅健康。如果你去到海外遇上緊急情況，只需要致電我哋嘅24小時免費環球緊急支援熱線，我哋會即時協助你安排入住指定醫院，無需繳付入院按金，令你可以安心享受旅程。如果你旅遊期間遇到緊急情況，喺中國網絡醫院入院，佢哋仲可以安排緊急撤離服務，或者將你送返香港。不過要留意，緊急服務只適用於你喺外地旅遊期間遇到嘅突發健康問題，唔包括計劃好嘅治療行程㗎。如果對高端醫療服務有興趣，可以睇埋我哋下一條片啦。